所要打破。我要放弃来到主面前，把苦心拢来认识。我要放弃来到主面前，伊都唱歌我来做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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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12讲的讲读。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田处瑜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弟，感谢你，互阮伫清早起有好的精神，甲牧师，甲正兄弟姊妹共同来读圣经，上帝你的话，恳求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赐互阮开力来领受明白主你要对阮讲的话。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知影耶利米书伊会无照时间来写规本的耶利米书，总是咱当来对内面或者的文字，也是因所咧做的代志，大约会当来推测这个耶利米伊的年岁。1章到6章是伫约西亚王最王的时期，耶利米大约是伫20岁左右。7章到10章是约雅斤最王的时期，耶利米活近差不多40岁左右。对11章到13章，因为发现这律法，这律法书，所以真有可能是伫约西亚最王的时期。迄种是耶利米，可能也是伫少年，也是比这个20岁搁较最会差26岁左右啊。所以咱看起耶利米书，伊需要咱先去来了解伊的背景，然后咱再来读这个里面的内容，才当知影上帝对这个时代的人民，上帝所咧传讲的信息。耶利米伊本身是祭司的家庭，祭司是伫这个利未的后代中间，对亚伦的后裔中间所竞选出来做祭司。所以伊是万中选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来担任祭司，这是靠血统的身份。耶利米伊有祭司的血统，其实耶稣基督嘛有祭司的血统，然后伫这个祭司中间，因所要做工课，就是甲利未人都无共款，是特别伫圣殿内面，才会要紧的工课，才登记，才会服务甲服侍。所以包括跟约柜，然后做伫这个圣殿内面，才会献祭，然后烧香，然后这些中间只有一年只有一位的大祭司啊。祭司因的服侍年岁是30岁到50岁，总是伫这个民数记咱看见，对25岁就当提早开始，来担任这个祭司这个职了，所以。耶利米，咱若看起伊，若超过25岁，检查伊就已经会当伫这圣殿的中间，开始来任职，来做圣工的服务。这是这个祭司咱嘛有利未人咱嘛有看起，伫这个历代志的时阵，到伫大笔的时代，这个利未人甲祭司，大笔增加因，就是来做这个乐器，或者音乐，所以说对大笔王以后。这个利未人，因加一个这个音乐的侍奉，然后对所罗门以后，这个圣殿，正做加一个万百姓向上帝祈祷的这个侍奉，所以这是利未人，其实伊嘛是爱甲这百姓做伙来祈祷。
亚利米是祭司，总是伊也是先知啊。祭司的这份就是代表百姓向上帝来讲话，先知的这份就是代表上帝向百姓来讲话。所以亚利米都要是祭司先知夹伫这个中间，伊来代替人民。所以咱有时阵看到亚利米伊对上帝的祈祷，亲像人民甲上帝祈祷。亚利米对人民来讲话，就亲像上帝对人民来讲话所以对第7章开始，咱看到真侪亚利米伊想要为百姓祈祷，总是上帝无爱对祈祷，有的时阵无拄拄是上帝无爱对亚利米讲话，上帝无爱向百姓来讲话。咱人所读的经节是讲到11章的头前，讲到伫即个约律法的册内底要紧的就是上帝约，若无守即个约，上帝就要来处罚。今日11章的后半段，咱看到亚利米伊受到攻击，受到威胁，甚至受到伊的亲人的反对。然后上帝伊要讲，伊要弃杀家己的殿，甲家己的产业，上帝的产业，甚至上帝的殿要受毁坏，因为百姓无守约。然后上帝也要报应，才会占上帝产业，才会外国人这是今日要读的经节。咱就来请处于长老带咱来读这个亚利米书第11章。咱要先对第11章的18节读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好 ，OK。上主指示我才知有人要对付我。我亲像一只要互人牵起台顺良的羊仔，唔知因设计要谋害我。因讲，咱甲这张手甲伊的轨迹拢毁坏，咱来甲这个人抬死，互人袂记得伊的名。我就祈祷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你监察人的心思念头，照公义审判。我将我的案件交予你，求你互我看到你替我主持公道。阿那图人对我讲，你袂用伫奉上主的名传达伊的话，才免死伫阮的手头。针对遐个要谋害我的阿那图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要刑罚阿那图人，因的少年人要死伫倒下，因的后生查某囝要因为饥荒死，因连一个拢袂当留伫，因为我刑罚因的时，我要降灾祸互因。好，多谢。伫这段圣经中间，咱看起这是亚利米伊的这个告白是讲亚利米他的自白。亚利米伊有伫亚利米书中间有几啊段是伊个人甲上帝中间，还是亚利米将伊的心好像在写日记当写落来。但是尾仔咱知影耶利米书伊有其实有一个书记伫边仔替伊来写，叫做巴录所以亚利米可能是用讲的，然后伊身躯边的书记巴录将伊的心声甲写落来。伫遮亚利米伊讲出，因为上帝有指示伊，所以知影有人要害伊。安怎害伊？伊就形容伊亲像一只羊，要互人牵起台的顺良的羊仔，然后唔知影因设计要谋害我，所以用羊羔羊就是羊羔，这也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以赛亚书的中间就用这节来形容耶稣基督，亲像一只羊仔，互人要牵起这个受台的所在。所以亚利米，互咱看到亚利米伊伫遮，伊的这个身份也是职务，就亲像耶稣共款。这个称做祭司，甚至呢爱亲像迄个祭司顶悬的这个祭物，用本心来做祭。所以耶利米的服饰呢是一个祭司的服饰，它也是一个牺牲的服饰，牺牲家己这个人讲，咱伫这张手甲伊的轨迹拢毁掉，甲这个人抬死。互人袂阁记得伊的名就是把他干掉做掉，好让他从这个地表上消失。亚利米一个听到一个知影，伊就第20节祈祷，是为家己祈祷。上主万军的统帅，你监察人的心思念头，照公义审判。所以咱真正看到上帝无爱人民拜偶像。伊嘛看见人的不公不义，总是上帝，伊祈祷求上帝的公义。我将我的案件交予你，求你互我看到你替我主持公道
所以这个主持公道就是伫对敌的心上来报冤咯。所以亚利米伊知影伊受到真侪冤屈、冤枉这委屈，总是伊无家己出来求上帝互伊会当去报复，伊是求上帝替伊来报复所以伊伫和合本讲，我把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就是加现代中文讲，我把我的案情交在你手中，就是互上帝来处理。然后这21节到23节，讲到一个对象，就是这阿那土人对我讲，你袂应用奉上主的名传达伊的话，才免伫死伫我的手头。这阿那土人就是一开始第一章，亚利米伊出世的所在，这就是伊的故乡，就是伊的东乡，就是伊的亲人，就是伊的亲族。小咱读到12章的时阵，看到根本就是伊厝内底的人。伊出来的人，甲伊讲，伊禁止伊，即摆伊可能是26岁，禁止亚利米伫圣殿内面，乌白讲话，你若讲乌白讲，阮就互你死安尼，总是上主安尼讲，我要刑罚这阿那土人，因的少年人，因的后生查某囝，拢要来死，这对亚利米来讲，敢是好消息，毋知是因还是毋是，因为这是伊的亲人。总是上帝要刑罚的时阵，一个拢袂当留。上帝要讲灾祸所以这对是这时阁是先知亚利米来讲，是非常的艰苦无互伊会当欢喜快乐的事。咱继续来看亚利米安怎来回应上帝这段的话阁继续请翠长老传咱来读对12章读到1节到61到6节。上主，我甲你争辩的时，特别拢恁赢。毋过我要是要甲你理论关系公义的代志，是安怎歹人拢事事顺利，做人干贵的哪会享受荣华？你甲因栽种，因就定君大长，结实因常常讲起你，毋过心内无你。上主啊，你捌我，了解我，试验我对你的忠诚。求你甲遐个歹人拖出来，亲像点牛要杀的羊，甲因关起来，关到要杀迄日。这个地空闲残野的青草全部打去，要到第时，因为这个地的住民最歹，鸟仔甲精生死了。毋过因讲，上主无得管咱的结局。上主讲，你甲人行路比赛拢会忝，那行会赢战马，你伫安全空旷的所在，才会感觉安稳。若伫约旦河边的树林，你要安怎？连你的兄弟、你的亲戚拢会出卖你，伫你的后面大声攻击你，因就对你讲好听话，你嘛毋通信任因。好，多谢拄则讲到上帝要刑罚，因后一个拢无要留。总是亚利米伊听到呢，伊就来甲上帝祈祷。头前11章20节，伊甲上帝祈祷，照公道来审判。上帝就回应伊要照公道审判。一个歹人拢无要留。但是亚利米阁为着这个厝内的人怜悯因，因为伊听到上帝要刑罚因，所以上帝亚利米甲上帝讲，我大概甲你争辩拢袂当赢，所以伊无应该阁讲，但是伊为着伊的亲族亲人，伊要阁讲，要甲你要是要甲你理论关系公义的代志，安怎歹人拢事事顺利。做人干贵的乃会享受荣华，所以这个问题呢，伫约伯记21章、哈巴谷第1章、马列记第2章、第3章，有真侪诗篇37篇、49篇，也是73篇，真侪圣经中间人拢咧探讨这个问题，到底咱上帝遮尔无公义，乃会互歹人行伫这个真顺的所在骨的所在，总是上帝拢甲因回答。歹人因的重刑不过是一时总是上帝互因行伫平顺骨的所在，但是因就是伫迄个所在会来摔倒，会来伫遐跋倒，上帝互因受审判。另外亚利米甲因继续问讲，上帝乃会互这
歹人甲因栽进，互因会当定军大肠结识，甚至心内底罔无上帝。第3节，这是今日的根据。上主啊，你捌我，了解我，赐养我对你的忠心，求你甲遐个歹人拖出来，亲像得救马台的羊，甲因关起来。关到马台迄日咯，所以耶利米心内底是一个真公道公义啊，伊求上帝真正拖出这个歹人啊，毋是这个冤枉的人、无辜的人哦，所以伫遮讲因的心内底拢无上帝，但是呢，上帝叫你找到真正的歹人。另外耶利米看到景象是，这个地要抗旱，这个田野的青草拢要打去，总是直到这个住民因拢受上帝毁坏哦。的时呢，12章第4节才讲，因为这个地的住民最歹，鸟仔甲真生死了了，毋过因讲上主无得管咱的结局，伊无得管咱的结局。和本说，上帝看不见我们的行为啊，上帝看不到咱的结局。这个行为，伊的原文就是结局。和本是翻成行为，阿弟加翻成结局。加讲到因拢看到上帝呢，好像都没有处理他们所以他们还在那边沾沾自喜啊，讲上帝袂对咱安怎，上帝袂对咱安怎。但是呢，这个在和本里面呢，不是用上帝，不是上主，是用他看不见我们的行为，所以在和本来对呢，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那个他呢，不是指上帝，是指耶利米，就是耶利米的仇敌。耶利米的对敌，讲耶利米伊袂活比咱较久长，耶利米根本就看不到咱的结局，伊会比咱较早死啊。所以耶利米呢，他跟上帝在争辩，讲上帝你的公义点是要来到。然后第5节到第6节，上帝马上就回答耶利米伊的祈祷，讲上帝互耶利米看到的答案是，即马呢，虽望歹人局势真歹，但是将来这个局势会比即马更较歹。所以上主讲，你甲人行路比赛拢会忝，哪会走袂赢战马呢？就是人真软弱，真有限。然后第2个问题讲，你伫安全宽阔的所在，才会感觉安稳。哪会伫约旦河边的树林？你若伫约旦河边的树林，你要安怎样呢？就是若是伫这个约旦河就是树林，就是伊的水的沁管。伫迄个所在，有可能河水涨跟河水退没有办法安居伫迄个所在徛起。所以意思讲，即马即个时阵呢，耶利米伊就是心内底拢会惊吓。等到上帝要毁灭时，迄个时阵更较无法度挡会掉。第6节讲，连你的兄弟亲情，和本翻成你的父家，就是伊的祭司的家族，拢在出卖你，伫你后面大声攻击你，因就是对你讲好听话，你若毋通信任因啊。所以上帝互耶利米有一个正直的心，然后爱听上帝的话，毋通陷落伫即个人的即个感情，也是体贴的中间。煞离开上帝旨意所以后面第7节开始呢是上帝伊要继续要行的事伊无要来留遮的子民来请翠长老传继续读第7节到13节。我放下以色列家，放下我的山野，将我的心爱的子民交伫伊的对敌的手头。我的子民对我来讲，亲像树拉拉会使大声攻击我，所以我怨恨因。我的子民对我来讲，亲像有斑点的鹰，真侪只鹰伫周围攻击伊，就召集残野的野兽做伙来吞食伊。列国的统治者毁灭我栽培的子民，吞头我的田园，互我肥水的田园变做芳园的风波。
因破坏土地，互土地芳远，甲对我哀哭，全地芳远，毋过无人关心。毁灭者来到旷野滚滚的山峦啊，上主的刀要毁灭大地，对这边到迄边无一个人安全。因种麦仔修行刺配，因劳苦种作，毋过无修行。因的修行，互因大大失望，因为我上主对因发大生气。好，多谢。好，伫遮上帝讲到伊伫，毋是只有伫南国犹大，佫是伫即个耶路撒冷，安纳突，即安纳突伫耶路撒冷的附近啊，遮个上帝要做遮个代志，上帝要办杀的是以色列家遮个人民，上帝要办杀的是伊的产业，甚至即个以色列家伫和本讲上帝离弃了我的殿宇啊，就是上帝的殿啊。不过这个殿是指这个厝，是指以色列的家甲上帝的产业，将伊所心爱的子民交伫对敌的手头。所以伊的子民来甲上帝讲话时阵的讲话时阵，亲像树拿的屎，就是对上帝就无客气的大声攻击上帝。所以上帝也怨愤伊，上帝的子民亲像这鹰鸟有斑点，亲像真侪鹰鸟围雷在攻击，在召集这个残野野兽，要做伙来吞食，这个上帝要召集这个野兽来吞食这个鸟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列国的统治者也要毁灭上帝所栽培的子民，伊吞踏伊的残园。肥水的残园变做趴远的风波，然后这外国的这君王，列国的统治者，伫和本翻成许多的牧人，因为这牧人，伊的意思就是统治者的意思。这外国君王破坏土地，甚至土地趴远，然后这子民来对上帝提开阵，上帝嘛无人互人来关心因咯。这毁灭者来阶阵就是指这巴比伦，因到旷野跟谷的山峦啊，就是伫这个净高之处啊，在伫耶利米书出现很多次啊，光秃的高地，伫这个净高之处，上主的刀要毁灭大地，对这边到迄边，无有一个人是安全啦。甚至呢，毋是只有战争，因伫遮的种麦啊收刺配，劳苦种作，毋过无收成，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安尼种瓜得杂草，种豆得荆棘啊，就是要期待的收成拢无来到，所以因着伫因的收成大失望，这个失望的感觉，就是即马上帝对因的感觉。所以7节到13节，这是预言，但是它的这个宣告是已经发生了。虽然在讲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它是一个预言，但是它已经是个完成式。上帝讲出来为就是要来执行了。最后一段14到17节，搁请崔长老带咱来读。上主安尼讲，我要将所有的歹事比对因的土地背出来。因侵犯我属乎我的子民以色列的土地，我嘛要将犹大人民对因中间背出来。我甲犹大人民背出来了后，要活转来人民因，甲因带倒来，互因逐个人转去家己的故乡，恢复因逐个人的产业。后来周围的国家若肯诚心学习我子民的信仰，记我因我的上主的名咒抓。亲像因以前教我的子民会记巴列咒抓同款，因就会伫我的子民的中间得到福音。毋过若有国家毋听从，我就要甲因背出来，将因消灭。上主安尼宣告。以上。这段的信息的结论真要紧，这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信息，就是上帝要与人同在。所以即便上帝讲要降灾祸要毁坏，但是上帝讲伊要将这个歹厝边
对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的，上帝嘛要兴发，所以这是耶利米书最后的信息，就是对列国的审判，要兴发上帝赐予伊子民的这个老年甲美的地啊，上帝要将这个歹人对犹大子民中间甲因背出来上帝也要甲人民也要甲犹大人民背出来了后，要活转来。人民伊上帝伊嘛有一个180度的 U-turn 上帝过去是安尼就是无爱对因回头，即马上帝将这拔出毁坏倾覆，然后要建立栽植上帝要活转来人民因甲因带倒来，互因逐个人返去家己的故乡，恢复别人的产业，这就是被掳归回所以这是满70年了这也是在耶利米书咱会看到这个时间点，上帝讲出70年这个数字后来就是被掳归回之后，这段信息呢，就是对要进入到新约从旧约进入到新约的预备。周围国家那肯信心还是我子民的信用，指我因我的上主的名救抓，亲像因以前。教我子民只把你救抓共款，因就会伫我子民中间得到福音，所以这嘛是咱今日的根据第16节就是这个信息呢，不是只有互耶利米，互这受了倒转来啦，包括受了倒转来了后，这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包括咱今嘛，咱嘛是伫这个有限的中间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咱若听上帝话，咱嘛会当来明白上帝。那无上帝这个应允的检测，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不是全世界的上帝，总是上帝应允。所以，但是呢，那唔听谈的上帝就该消灭了。所以今日这段圣经对11章到12章，咱看到耶利米伊安怎叫人受害特别伊讲着伊家己亲像羊安怎叫人受害咱但是上帝伊甲上帝祈祷，上帝就恢复伊上帝会看到将来异象亲像但以理看到将来要拄到的这列国的代志所以也互耶利米取一个定心丸伊袂心内底安尼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要爱仇敌又要爱家人伊伫遐忐忑，毋知上上下下，毋知要安怎生的时阵上帝互伊看到一个全景全貌咱今日有两个经句咱来读一个是11章20节，耶利米就祈祷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你监察人的心思念头，照公义审判。我将我的案件交互你，求你互我看到你替我主持公道替咱伸冤这是头一句。第二个是第12章的16节。后来周围的国家若肯信心，还是我子民的信用。指我因我上主的名救抓，亲像因以前教我子民只把你救抓共款，因就会伫我子民中间得到福音。这两句拢会当真做咱的学习，甲咱的帮赞咱嘛当甲伊画伫这个圣经的中间拄则讲过一句是12章3节第30节嘛过一节。上主你捌我了解我，赐养我对你的忠心。求你甲遐个歹人拖出来，亲像在救要杀的羊，甲因关起来，关到要杀迄日咯。所以咱祈祷的是上帝，因为捌咱看见咱，知影咱会拄着什么款的危险，但是上主会甲安怎甲耶利米启示，上主嘛安怎甲咱启示，甲咱保护。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退役长老团咱来读，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知影，阮的人生会拄着起起伏伏，有时阵会拄着顺境，有时阵拄着逆境，甚至有的时阵拄着危机真毋好的时有人伫后壁攻击，甚至创空，也是破坏，讲这歹话总是上帝，你互阮看见，阮只要对上帝你忠心顺服，阮无需要为家己来争辩，上帝你会替阮来伸冤，替阮来主持公道，主互阮对你的话来温群学习，互阮会当真做上帝的子民甲百姓，
也互阮知影安怎样来听厝边、听厝内的人。当时更较要紧是来听上帝、听上帝的声、听上帝的话。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顶路，就会跟今仔日是风台天的中间，也求上帝继续看顾台湾，特别是风台有经过的所在，也求上帝你看顾这土地甲人民。阮伫最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多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牧师。你的话